讚美主耶穌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！今日係聖靈降臨節啊，願意我哋都一齊邀請聖靈嚟到我哋嘅中中，我哋歡迎你，聖靈，我哋歡迎你，哈利路亞！哈利路亞，歡迎你，弟兄姊妹，邀請你打開你嘅心，打開你嘅心，我哋歡迎你啊，聖靈。